門首長責任制係要確保政府喺服務市民方面咧係做到位。政府提供服務係經過部門嘅，我唔係搞個人針對嘅，我係希望有一個制度達至自我經常進步、自我求進。咁要呢個部門自我求進、不斷進步，一定係部門裏邊最高嘅領導人去負責啦。所以呢個人佢係咩階級呢？其實我哋唔係講緊呢一個問題。我係設計呢個部門首長責任制，亦都係將司局長嘅政治問責同公務員嘅行政問責銜接起來嘅。任何人一言以蔽之，對自己嘅行為都會負責任㗎。常任秘書長往往係協助司局長制定政策嘅，所以最終嘅責任要負咧係司局長。如果一個常任秘書長去協助司局長制定責任嘅時候唔到位咧，咁會即時問責啦。部門首長責任制，如果大家睇清楚咧，我分兩級嘅目的咧，就係如果當佢係嚴重，又或者可能涉及部門首長本身咧，就可以啟動我哋呢個第二級嘅調查。啟動咗第二級調查之後咧，所有公務員無論佢階級高與低，如果喺調查裏邊佢犯錯嘅，一樣係按住公務員條例咧係去追責亦都去處理嘅。咁所以咧係所有人都喺我呢個調查網裏邊㗎。